了珍馐做什么？我已小心将讲究些什么？他是哥哥病已去，要到西厢去问。你们前去问候，那张生说些什么？他是富三家当作对，仅仅要小生在外头上西边雨。那有你，在那有你，你听说吗？你在说小吧？几分，快射！他送你呀，你先醉。那小几呢？只要小心尊亲也老一个女儿家官言三更，老做什么呢？我也不晓得叫他来做什么。快讲！愿爱在上留少对，早已生呀黄昏儿。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